天团五月天只剩主唱阿信一个人还未成家，感情世界让外界雾里看花，也让盼望偶像幸福的粉丝好心急。去年有微博网友就列出10大铁证，直指阿信和蔡依林 Jolin 恋爱运，不过事后传闻遭到双方否认。没想到昨5日蔡依林在 IG 晒出一张遮住半张脸的黑白照，竟惊见阿信亲了，让网友暴动直呼这是公开的节奏。先前微博上有网友列出10大证据作为佐证，像是去年蔡依林被邀去当 Stereo 10周年嘉宾，在台上阿信帮蔡依林拉衣角，蔡依林则是摸阿信的死穴鬓角，互动像极热恋的小情侣。此外，两人也被发现常关注彼此动态外，有次阿信晒艺人祝5月天生日的 PO 文，并写道少了一位重要女孩，被指出说的就是蔡依林。后来5月天到欧洲巡演，阿信又 PO 文写下台北时间9点前，平时的你也许早已起床。恰巧和蔡依林过去受访时透露的作息时间不谋而合，种种蛛丝马迹看出彼此关系不单纯。不过先前蔡依林受访时笑称自己无法阻止粉丝的幻想，间接否认绯闻。阿信则在节目上被问到阿信和 Jolin 是真的吗时，幽默回应阿信是真的，蔡依林也是真的，巧妙回避绯闻。5日晚间，蔡依林在 IG 晒出一系列黑白美照，可爱俏皮的她，有时用头发及手遮住半张脸，有时又对着镜头做出搞怪表情，相当逗趣。正当网友欣赏美照之时，就有眼尖的网友抓包阿信现身留言处，留下暧昧的亲嘴加闪电表情符号，瞬间成为关注焦点。其他网友看到后纷纷暴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官宣了吗？天啊！难道是公开的节奏？在一起，到底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粉丝也纷纷开始猜测这2个符号的意思。我想亲你，立刻马上，亲雷，粤语的亲你是亲亲没错吧？